闪烁，拢是你予我的勇气。无你伫我身边，我嘛会认真过日子。等待你我相会彼一日。风中的你，敢有听见？我也伫这逐天在想你。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山亮。过去20-30年来，我已经写超过300条歌了，包括霹雳布袋戏的《欢舞传说》、《轰动武林》，一直到我的专辑《天荒地老》，趁我也会记。有真侪歌曲，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嘛希望50年后、100年后，有人会想起我，唱着我的歌。我对这个人的定义啦，伊是一个反差真大的人。比如讲咱不管讲为的这个电视顶的表现，伊的 MV 伊的唱片酷酷帅帅的，不过我跟你讲，伊是一个冷面笑匠，伊足好笑的，伊这样伊的幽默是在无形当中。我永远都会记得有一遍我咧甲黄山亮老师咧闲谈的时阵，伊就讲。志豪，你谁人袂个发唱片？我讲哈，咁好，我已经赚了遐侪钱啊，地拢无红呢，伊讲无共款，你经过时间的训练，你人生的体会无共款，你即摆来唱，一定有更较好的一个诠释，而且你足够唱，你一定爱唱。哇！伊当初我感觉讲，伊讲的话，第一，因为伊是黄山亮嘛。你讲的话真有说服力，我刚刚讲，他一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而且伊这款的歌咧，真正是来到我的心肝底，产生足大的力量，所以也因为这个歌咧，让我更加有信心，继续向我要过来发唱片的这个目标继续来拼。亮哥，我要跟你讲谢谢，默默的感谢，你身体顾好哦，因为我这世人都要对你哦。怎样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你出现的迄一日，我想要转去，趁我也会记。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我要抱你安安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飞对倒位去。怎样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
出现的迄一日，我想要转去，趁我也会记。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我要予你安安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要对倒位去。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我要予你安安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要对倒位去。我毋捌离开，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毋知流对倒位去。今日欢迎名作词作曲家，也是这几年戏剧的主题歌写上济，特别为着戏剧无共款的剧情创作真济，无共款感动人心的主题曲。黄山亮老师，老师欢迎。郭振兄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山亮，黄山亮。是真正要来听你讲起，就是讲是，猪高粱啊，猪大的，是你甲有一个缘分，嘿，安尼甲 Q， 安尼甲邀请，迄个时阵你原来下足侪心情，想讲你甲写一条共白歌舞嘛，迄嘛足特别的歌。啊，讲实在，迄年应该卖上好就是迄张。啊了翻头，我就爱我的专辑要收尾啊嘛。啊，朱大哥啊讲，啊你的唱规半波啊，无一条红的，我来写一条歌互你唱，吼啊咱两个合唱吼，唱看会红无安尼啊。啊所以讲，伊就想讲，啊你有一个量，啊我有一个量，吼啊无我来写一条叫做《共白歌舞》，吼啊这个故事就是讲，一栋大楼内底，吼啊有这个一对兄弟啊。啊，但是因互相毋知影讲，因的爸爸是共一个人，啊无共老母咧带安尼，啊伊就设计这个故事，吼迄阵迄条歌写了，其实是收伫我的专辑内底，吼啊所以讲这条歌，我嘛足感谢朱大哥。伊的角度甲咱的角度咧看，虽然无共，不过伊对咱的好意、用心，真正真深。我足感动的啊！伊就讲我头一遍写歌，我就是写互你安尼啊。吼，啊，咱要拍迄个 MV 的时阵吼，嘛足趣味哦。哦，阮去调迄个跑车来，你知道？大家伫遐拍几半波，拍，讲拍了讲，朱大哥要收工啊，衫嘛换好啊，要走啊吼。导演讲等一下，拄则拍迄底片拢无去啊。有这个代志。咱就是。我拼甲规身躯汗，你知道？毋知要安怎，走去外口，甲朱大讲大哥，拄则迄哦，伊就我来讲，你拢无拜拜啊？伊就第二话无讲，过去换衫，搁顶拍一遍。甲伊安尼接近，相信讲看到，阮干那一般观众看袂到伊另外一面。我头拄啊听你来讲，你唱歌拢无红，即句话咱心内一定嘛感觉硬叫。啊，不过伊的角度看，伊就是安尼理解你。伊的天王的角度当然咱是无红啊，对吧？啊，当然咱迄阵有一寡，譬如讲有咧唱霹雳啊，有做一寡家己个人的专辑，吼加减有一寡歌迷啦，吼但是以咱猪大的即个
这个角度来讲，咱这算足细卡的嘛。啊，当然伊嘛是想讲要甲咱救一个嘛。啊，所以讲伊安尼讲，咱是袂生气的，一定是讲感觉足欢喜的，要互咱机会安尼。你的笑容，温柔微微如风，轻轻吹入我的梦中，将月色慢慢迷雾。美丽善良。每日依依难忘，偷偷带入我的心中，占为着我的悲伤。你是我的勇气，对你情深意浓。Forever and more， 要飞过茫雾万里，无啥物会当阻挡。你会一直幸福，我会为你骄傲。I love you with all my soul， 一直到天荒地老。你是我的勇气，对你情深意浓，因为你我也会当行风雨的路，我要永远爱你。Forever and more， 要飞过
咱先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是差不多几岁的时候？我从细汉就开始爱听音乐啊。我差不多小学的时阵吼，我会记迄阵，阮兜迄巷仔口遐有迄唱片行有无？啊，就放学就走去唱片行门口。较早唱片行门口就喇叭咧放歌嘛。啊，迄阵咱嘛买袂起啊，拢徛伫遐听，哦，这条啊好听，迄条啊好听，啊，就开始欠钱，啊，就去买迄录音带有无？较早迄个年代。啊，你讲起来，大家知影我几岁啊？咱两个差顶下岁啊，无啦，你叫我少年者，啊，就是迄个年代，就是拢开始爱听歌，吼，爱听歌，啊，就嘛毋知影讲家己有爱唱歌无啦。但是因为我的爸爸是音乐老师，吼，啊，我的妈妈是迄个我小学1、2年的老师啊，我的级任老师的对吧？哦，啊，迄足趣味就是讲，伫学校袂使讲台语，讲台语爱罚徛，吼啊，但是厝诶拢讲台语，阮妈妈拢用台语甲我骂，啊，所以我若去上课，我就足错乱诶，讲亚洲讲妈我要放尿，伊讲讲台语去变人罚站安尼啊，吼，啊，阮爸爸拢逐工咧教钢琴，咧教人唱歌，啊，所以讲迄个环境内面大汉。我就是慢慢啦，啊，就是对这流行歌嘛，拢有兴趣。即个国中的时阵，迄嘛足皮的，拢伫遐调皮捣蛋的对吧？哦，啊，老师就甲足生气的音乐课，老师讲你甲我徛起来，吼，互你独唱，哦，我就唱迄《满江红》，唱了，全班就拍破，哦，这好听，我歌声敢若袂歹哦，啊，所以讲迄时阵自听歌开始，慢慢对唱歌产生兴趣。爸爸是音乐老师呢，是，伊是较赞成还是较反对？伊无赞成啦，因为伊就定讲啊，做音乐吼足艰苦的，吼你莫做音乐，老实讲，咱嘛坐袂掉，因为咧教钢琴嘛，迄阵教囡仔哪会坐掉？啊坐伊就阮爸咧教我足严格，伊拢向笔拢啊放伫遮，袂使叮当。我只坐5分钟我就选去啊，吼所以嘛无啥爱甲我教，嘛无用趁钱，嘛无时间甲我教。所以伊嘛无赞成，嘛无反对，但是看我伫遐弹吉他，伊就感觉敢若袂歹，但是慢慢我就讲想要行音乐这条路时，又甲我讲莫做音乐吼趁袂着钱，足辛苦的。恁爸爸一世人做音乐老师，拢徛倒摆，拢徛倒摆徛甲伫要退休才有通买车安尼啊。到高中的时代，咱就是开始甲人组乐团。就是因为迄个年代就是讲弹吉他，组乐团，足拍的嘛，女孩子的活来安尼嘛，就感觉讲足请呀的就开始甲人组乐团，组，就了毕业就想讲，无咱来迄个民歌餐厅来应征看，我都唱歌无？因为迄个年代拢流行安尼嘛，来去民歌唱。唱了讲，即摆拢流行 pop，pop 拢唱英语歌，我就开始去甲人想要唱 pop 的对吧？唱无偌久，感觉讲我英语哪会较歹，唱袂赢人，那英语无好对吧？就产生讲我嘛最爱听英语歌，我嘛最爱听台语歌，我嘛最爱听民歌的，差不多国中的时候，我拢逐工听台语歌，迄个年代就比如讲爱拼才会赢啦。什么洪荣宏大哥的啦，郭金华老师啦，迄个年代就开始慢慢听咧，就学遐台语的，迄个会口，学遐唱法，迄有一部分拢咱家己伫遐学研究，了佫对英语歌嘛产生兴趣，英语就唱袂好势啊，毋知到尾想讲，到较大汉的时候，无我出国来留学。我迄阵唯一的迄个心愿就是讲，我要甲英语歌学好。讲到去美国读书就我去的所在是德州，德州是迄个蓝调的即个大本营了对吧？我就拄啊去迄拍步听这个蓝调，布鲁斯的对吧？人讲迄布鲁斯，我去听几百部，我一句拢唱袂出来，那有。我本身已经算够唱啊，但是这个歌哪会这么困难？哪会遐尼，
完全甲咱的世界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我自迄阵开始，我就开始研究蓝调的物件。又搁三调啊？嘿，就逐工听，我大学迄个期间，我就逐工拢要听蓝调安尼。我本身是迄个饭店管理嘛吼，我毕业我就伫美国有做一阵仔的迄个饭店的经理，做差不多年外吧。年外的时候，我迄阵就感觉讲，是毋是我的人生就是慢慢伫遮做美国人住伫美国申请绿卡吼伫遮住来安尼。迄阵其实嘛拢咧等绿卡。到尾想一天毋对，我感觉我足想要转去台湾做音乐的，我就是机票买，我就转来。拢无甲任何人参详。无，迄个年代就想到啥就做啥就反正我的人生就是我去美国嘛是2礼拜就决定我就去啊，2礼拜人咧招讲，迄个美国迄留学迄代办的吼，讲咧招生你有兴趣无？迄阵就是咧唱歌，想讲英语歌唱歌遐尔歹，好啊，我要去，我要美国，我就答应过2礼拜讲，你通过啊，你爱准备后个月出国啊，我就安尼去。我转来我嘛是想，我就一天感觉，我一世人要伫遮做美国人，伫遮做饭店的经理，敢是我想要做的代志。若毋是的时候，我嘛是爱趁早，我就转来台湾安尼。转来台湾重新拍起呢？对。迄当阵嘛无人捌你呢，甚至你嘛还袂号即个艺名呢。无。你是安怎去共推荐讲，我会晓做音乐哦，有机会无？迄个年代当然人嘛是甲你讲，即马经济拢歹啊，歹做啊吼。一开始我嘛是甲音乐无足大的关系，但是我伫录音室咧做事。我迄阵我就是负责讲，因为我对美国转来，我会晓翻译嘛，我就开始做，我就讲无恁遮若有欠翻译吼，我来翻。较早咱迄购物频道你会记无？拢对美国来，做配做国语，再伫电视咧播。捷克这真是太神奇了。迄阵就是咱咧做的工课，咱是逐工咧卖鼎啦，吼，卖菜刀啦，吼，就甲翻做中文的迄种。了就开始慢慢有一寡卡通，卡通咱就嘛是共款，迄个年代嘛是种美国的卡通，咱翻做中文来做嘛。卡通哪翻，伊就内底足侪唱歌就开始有足侪歌爱翻嘛。翻变啊翻，我就讲安尼，我来写做中文的歌词，我就开始改这个歌，开始写歌词，到尾就真侪即个好莱坞的电影要做中文版，就开始来找我就开始一步，迄阵翻足侪电影。又搁安怎因为缘分讲下过来写布袋戏的歌曲，搁一个就钓着。小等下，甲洪三良老师继续开讲。时间的手牵咱行过坎坷的路程，用硬正的脚步换来的青春。春风吹起，花开花谢，当年的相分。沿路的风景嘛有咱的一部分。点点看着伊啊，成双成对，嘛有心爱的人无奈的离开，有偌济思念清清楚楚伫耳边，有偌济话袂赴讲出嘴。天大地大，牛车来去，起落的人生，用家己的幸福换来的鸟魂。岁月无声，春去秋来，咱愈行愈远。有啥人会知影是啥款的命运？慢慢想起彼暝
月下花情，迄是心爱的人付出的真情，用偌济缘分走走找找的约定，才有福气陪你行这程。翻倒头来讲，迄阵做卡通迄段时间，嘛是学足济哦。哦，因迄个，比如讲要安怎写歌词，吼，要安怎整理这外国人对这个音乐的这个概念的物件。啊，我就是该慢慢摸安尼嘛。啊，有一届我就是拄伫录音室，我咧做这出电影叫做《埃及王子》，吼，啊，的中文版。吼啊，做到一半时，这个录音室吼，拄好迄个咱霹雳布袋戏的《圣石传说》来遮做因的制作。吼啊，即摆这个咱霹雳布袋戏的董事长啊、总经理啊，吼，黄文德大师啊，甲黄强华，吼，董事长就讲，啊，阮即摆有一个新的剧本吼，是较创新的啦，甲咱即个即摆目前上行的即个受环境的迄个戏吼，无共款，阮是设计一个新的吼，迄布袋戏吼，要去甲人踢骹球比赛安尼啊吼，啊，火爆球啊，嘿，火爆球啊，嘿，啊，伊一开始设计是拍棒球哦，是拍野球哦，啊，就是迄个因为布袋戏野球就歹拍的嘛，所以到尾改做讲踢骹球就好，啊，踢骹球啊，就是讲有即出戏伫遮，啊，讲啊，这个戏吼可能需要一寡较新的物件，啊，都看你咧做美国的电影，你是毋是来甲咱试看卖啊？所以为迄个机缘开始，我就去接受到讲哦，布袋戏的即个领域安尼啊。尾啊吼，你写足侪布袋戏的主题歌呢？是。那在阮咧听吼，应该讲你有哪有翻头去研究一下霹雳的历史，研究一下讲较早家己细汉的时阵所看的布袋戏，伫你脑海内灌什么款的资料入去？较早对布袋戏印象免咱互伊变新，免咱互伊现代化，你一定要哪用这些时间去做功课对无？一开始做这受环境的这戏的时阵吼，一开始其实我嘛毋知，我有咧做，因就讲啊，亮哥，这吼布袋戏袂使安尼啦，毋是安尼啦，吼爱音乐吼，你爱看较早人安怎吼啊有诶，啊我再翻头去听去看，因为老实讲，我这中足侪年拢无伫台湾嘛，吼啊我嘛毋知讲布袋戏已经发展到即个阶段啦，吼啊但是咱翻头去研究进前的作品，吼咱对于上古早黄俊雄老师迄个年代，啊到我所接触的霹雳布袋戏的前段就对啊，吼啊因拢有一个演变伫遐嘛，啊我的心得是讲啊，以布袋戏即个戏种来讲，伊虽然讲大家讲是传统的民俗的即个戏剧，啊但是伊到即阵了真侪即个少年人就爱看的，吼伊并毋是一个讲足固定的一个戏种。较早黄俊雄老师因是野台嘛，啊伸手摕到的物件拢举去台顶啊，吼，比如讲一寡较早西洋歌吼、日本歌啊，有法度什么款的音乐有法度改编啊，有法度做，因为布袋戏伊无甲你交代讲我是倒是个朝代的嘛，虽然看起来是古装，但是倒一个这个时空的背景咱毋知影，吼，所以讲伊既然无这个限制来讲。即摆佫是拢是新的戏剧伫拢继续咧发展，啊，阮就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讲安尼，咱就是以我进前做即个电影即个经验吼，有真侪现代的即个设计哦，真侪即个现代电吉他，啊是讲咱用较国乐的物件，譬如讲二白啊，或是讲什么二胡啦，什么会拢摕来揽，吼啊，所以咱就是摇滚甲
迄个传统戏曲甲迄个交响乐什么会，我感觉所有的素材，你若会当合作伙有合理的，咱拢会使摕来布袋戏用。所以歌词这方面，迄个过程当中，当然咱这编剧吼，大家拢做有学问的，拢找一寡怪字啊，你看到你就袂晓念的迄种的啊。因为大家拢学问拢足饱的嘛，所以咱伫迄个过程当中，但是我有甲你讲，较早阮妈妈是国文老师嘛，我细汉就是对即个迄个古文的物件，我嘛毋知是安怎，我较有法度理解啊。所以讲，甲因安尼慢慢工课一阵仔了后，我就感觉，这可能歌词，你若讲摕咱家己要来。编一寡可能嘛是有机会啊，有一届就是安尼，因为一开始拢尊重编剧，因写词我做曲，因写词我做曲，有一届就是因为嘛是一条歌，大家意见无啥物共款，当然编剧伊会足坚持讲我这就是一定要爱安怎安怎，我的意见我是感觉这个角色无一定爱，无一定爱刺字啊就对啊，咱嘛会使写一寡。较无共款，因为伊是应该是燕归人吧，伊是较江湖浪子啊，还是讲较飘浪的迄种角色伊无一定爱安尼写迄种敢若七字啊诗安尼来做。我心内有一寡melody，我可能想讲我要用我的方式甲词写入去，安尼。所以我就自迄阵我就开始慢慢写词，搁研究。大家的手法，我都等于家己嘛是家己等于读册啊，等于读什么《康熙字典》啊，《唐诗三百首》迄拢爱读啊，读就开始研究一寡古文，搁经过因为咱布袋戏这，甲一般咱讲话开讲的台语佫无共款，伊用足侪古文的，所以讲一开始的设定就是讲较文的，较古文的即个写法。咱是对这个方向开始落去，开始写安尼。你那不但路面搁下过来讲出台语的流行歌的唱片，写歌，写迄种的主题歌，甚至讲共摕金曲奖，甚至讲搁主持节目，你敢知你坐遮我偌紧张？无啦，这一切拢是命运的安排啦，这一切真正拢命运的安排。讲实在啦，你讲要做一个歌星来讲，做一个歌手来讲咱嘛无啥物自信啦。虽然我讲阮自细汉爱唱歌，但是你嘛毋知讲，到底咱爱唱歌，甲会当做歌星，会当做歌手这个代志到底有啥物可能性？就一天半暝嘛是找无歌手啊！咱迄个公司交代讲有一条歌爱唱啊，爱做啊，伊嘛拢写好啊，因为迄嘛毋是我写的，因比如讲阮的团队内底人歌已经做好啊，讲明仔载要交表啊，我讲无我来唱看卖啊安尼啦。迄条歌叫做英雄无命，归起来，恁东西，漂泊是无奈。我就安尼唱，唱，歌就到暗，到了人就讲，过无偌久讲，这条歌迄个要发了你要用什么名发表安尼啦？你是要用本名，还是你要号一个，或者阿亮啊，还是啥物货？我就人拄伫山顶嘛，我本名有一个亮嘛，我想讲安尼。今仔月年我真大客，无我叫黄山亮安尼好无？因为袂歹啊，画面真好我你着用这个名安尼。是，拢是，毋是讲啥物咱挑故意去设计安怎迄落，就是安尼发生嘛。过差不多年外。一天就敲电话想讲，即摆即个霹雳布袋戏这边毋知状况安怎，我敲一个电话来问一下伊讲你是阿亮当时长叫你随来安尼，伊讲叫你随来，我讲啥物代志？伊讲无就迄阵迄条英雄无名讲黄山亮，即摆大家问讲黄山亮是啥物人，想要请伊来唱歌安尼啦。真诶有这个代志啊！讲嘿咱着有真侪即个布袋戏的即个，或者因或者什物后援会的对啊，因就拢会办足侪活动诶。就讲因这戏迷想讲要邀请你来唱歌安尼啦。我知我毋知影讲即条歌已经经过年外已经
已经伫布袋戏界内底已经足有名的对吧？所以就是为迄个机缘开始啊，就开始人就知影讲啊，有黄山亮这个人啊。爸爸点点对你支持，下足侪心情对无？对，当然一开始就烦恼的，也无赞成，
伊无赞成原因，毋是讲伊反对，因为伊烦恼嘛。伊知影讲做营业辛苦，趁无钱，惊讲你都已经国外读册转来，你也毋是你有学历啊，你会当伫饭店做工课啊，迄薪水拢嘛算袂歹啊。你若要行即条路，其实是你爱考虑足清楚的哦。啦。嘿啦，阮妈妈是足赞成阮妈妈讲你上高，你足赞的，你着爱去唱歌安尼。我会记我第一届发片，阮爸爸嘛是来留言，讲加油加油安尼，暗中甲咱支持啊，咱讲到到尾得奖的时阵，阮爸爸上欢喜啊，伊感觉讲，虽然讲应该嘛是伊的一个热情，伊所有的烦恼已经放下嘛，讲知讲咱已经可能有路通行啦，所以讲伊就是到尾嘛是拢直直足够支持的啊。甲人会当有比拼，有坐徛啦。等于阮祖厝遐挂红布，去挂红布呢。黄山亮金曲奖，就大家亲戚朋友来安尼，请人客，伊嘛足欢喜的啊。较早讲做徛旗制作，徛旗对，阮祖厝遐有一个迄个公厅嘛，阮较早一个祖先迄个基人嘛，遐有一个写文魁安尼两个字啊，阮爸就伫遐个挂布。挂红布就请人客安尼。唔知的人讲是毋是头壳去讲着讲，家己开什么公司？爸爸是毋是？即当阵就甲你赞成啊？我嘛是咧戆大，你知道？我嘛唔知影讲开什么公司是啥物意思。迄阵一开始是讲咱咧接 case 是讲人就讲你有发票无？你爱开发票啊？我也无发票，你无发票，你就是爱登记公司，我就去落去登记啊。其实是安尼开始的。开始了就知影，再慢慢去想讲即马这公司来，咱除了咱有咧做这布袋戏的这配角，有咧做这一寡制作案料以外，咱佫会当做什么代志，佫当做什么物件。当然，除了布袋戏的这个 case 咧做，我家己本身嘛是直直咧写歌嘛，我嘛咧研究讲要安写歌，要安写歌。就写嘛有一个量案，就讲即马咱嘛有咧替迄个布袋戏有咧替因做，开始讲伊嘛咧要求讲即马这歌量遐尼大，嘛是爱做发行啊，你嘛是爱去整理啊，阮就讲就去遐通路嘛是去甲人接触啊，讲即马这是要安发，人就甲咱讲你即马安怎伫什物唱片行，你会去甲什物人讲。就去甲因讲啊，讲实在嘛是拢抵毋着布袋戏，因为因咧戏袂济嘛。因大家咱若讲发原声带的时阵，大家拢拢足捧场的就对啊。布袋戏讲实在前后16年，我唱过嘛，差不多50-60条主题曲啦，角色的曲啦，主题曲安尼片头片尾加起来，嘛足侪条啊。即马我就讲是毋是我有机会做我的专辑？甲布袋戏牵起来？无关系，我家己的流行的创作安尼。我嘛是想讲布袋戏我拢写台语，无我做华语的，莫互误会，我就做我一个华语的专辑安尼。所以我头前2张我是做华语为主，即2张成绩嘛袂歹啊，但是大家都是听袂惯势啊，因为我嘛是搁用黄山亮这个名嘛。真侪戏迷听，嘛拢甲咱足捧场的。听咧讲，亮哥，我感觉你唱台语较有气味呢，你是毋是爱去唱台语？我就讲我台语就布袋戏内底拢唱台语啊，你若爱听台语去听布袋戏的歌就好啊。我即摆我的创作，我就想讲要写华语啊，我第一条做无情的坦白，华语。对。讲实在，我做到第2张的时候，复活这张专辑的时候，嘛也是华语。迄个年代，迄阵讲实在，妈妈已经破病啊。我嘛是感觉讲那会遮侪年拢无转去厝的友好，拢伫遐咧无用家己的代志啊，为着理想，敢若直直拼，直直冲安尼。转来对美国，转来台湾嘛无转去台中大，拢伫台北安尼。用我迄阵就开始足后悔，我就逐工下班
拄有高铁的年代，我就坐高铁回去厝诶陪妈妈。啊，妈妈其实已经破病嘛，啊，就第二天再去坐迄个游览车100块，再转来台北上班，啊，就逐工回去。啊了，当然过一段时间，妈妈就可能特别离开啊，伊嘛开始，伊嘛咧甲我讲，你若爱唱歌，你莫放弃哦，你唱歌第1名哦，我会记伊要送入去迄阵，伊佫甲我安尼讲，好好唱，但是伊甲我讲，我嘛爱听你唱台语歌，所以等妈妈走时，讲实在，我们时阵嘛是真实际，公司嘛是因为一寡无共款的原因财务上嘛真困难啊啦，嘛已经差不多，我想讲规矩安尼算了啦，就卖做好啊，就遮台北公司收的无啥意思啊，我就搬来别位安尼就，但是想到妈妈迄句话，我想讲嘛是爱为着妈妈，我搁爱写我报得伊做侪歌。专辑我发阁是华语，妈妈爱听我唱台语歌，我可能爱做一张台语的专辑。为着妈妈，我爱做这张专辑。做了，那阁无啥物起色，咱就再来做别项。转来饭店还是安怎还是讲来摆摊还是安怎再阁来研究啦。所以讲这张专辑，我就是伫这个状况之下，我公司要倒哪唔倒的时阵。迄巨大的付出，讲你这公司你无咱来发我这张你的专辑我来用，所以迄阵是伫迄个时机的时阵，拄着朱大哥安尼，陈玉丽老师来甲我斗帮忙，佫拄着武雄老师，伊就甲我讲，你迄报地你台语歌做，你哪会无来找我？我讲我毋知影。我歹势来甲你拜访，我想讲你迄仙的伫迄天顶的人，咱是免来讲无，我对你我有想法。你有啥物迄个想要写的歌无？不如咱来做看卖啊咧。所以讲我迄张专辑内底有5条歌是武雄老师甲我写词，佫有1条歌是朱高亮甲我写词，其他我就家己写，反正就7项8项，就反正。想办法把这个专辑完成。金曲奖就甲咱肯定啊。嘿，讲实在，想都无想到，因为你就想讲即马竞争较济迄阵迄个台面上敖唱的足济嘛，咱就是因为咱对一般大众来讲，咱嘛毋是啥物大公司的歌手，嘛毋是啥物逐工伫电视有咧出现的人，外场嘛无啥看到咱金曲奖入围，哇，真欢喜的，真欢喜去，我嘛伫遐讲偌济我想讲，哇，边仔内拢足厉害的歌手等下叫名声，叫着我的名，我规个人就头壳讲去就迄届才安尼得奖，得奖，阮爸爸嘛伫现场，哇，徛起来真欢喜安尼，我感觉最感恩的就是讲，迄个。天公伯会互咱机会，互咱机会，咱就看安怎落去珍惜啦。我感觉是咱爱惜这个福啦，因为伊互咱这个机会，就因为这个机会了，我才有发展后壁讲愈来愈侪人知影电视台叫我去什么我有机会过来后壁这个专辑做足侪表演。以我的经验来讲，我的人生我无啥爱去计算，我嘛无啥爱去先算盘调个清楚，我才做代志。我可能是就是个热情吧，我会记迄阵有一出电影找我做，就做，我嘛是规张专辑甲做了，做了后讲实在，电影嘛无啥卖钱讲实在是另外一个丁晓文老师给我机会，伊讲阿亮即马一出电影讲要演一个歌手发片了无啥红无啥红，你搁伫拍波伫遐唱，
像啊，你有兴趣来迄落无？啊，本来讲要叫我去演，我讲你即马老师，你即马就咧讲我的故事哦。会讲嘿啊，你有去，结果其实导演用但是你要写歌，我讲好，我就随写。我一困我就写8条歌，写好啊。写了导演讲要换男主角哦，外口有名的。我嘛无要紧啊，我就是有机会做韩国，我就做。做了因讲无啦，这歌拢足好听，无咱做原声带安尼好无？我讲好啊。做了原声带嘛是蹲伫遐啊。但是咱嘛有发一歌出去，嘛有人买着。就一个其中一个导演听到讲哇，你这个原声带这个配乐这个演唱曲，我感觉因为你这个我听你这地了，我搁写另外一出戏，所以我想要邀请你来。甲我新的戏剧做歌，因为这个做歌了，我就搁去做，做的因为是舞台剧嘛，做真的等下这条歌，搁有另外一个导演搁听到，迄导演讲，你这条歌足好的，无敢会当互我做戏剧的主题曲，搁因为天若光这条歌，搁另外一个导演搁听到，所以讲就是安尼一条接一条，就开始有一寡导演也好啊，制作人也好啊，是讲迄个电影公司啊，是讲电视公司，感觉敢若阿亮咧写这戏剧的物件，敢若介有气味哦吼，就过来嘛，当然感谢讲迄阵霹雳布袋戏，互我足侪练功夫的机会啦。因为我就是逐工咧研究因的剧本要做啥物要做，所以有迄个舞台。互我养分了，我因为经过遐个训练，我即马别种的戏剧来，我嘛是共款研究恁的剧本。譬如讲我若要写，譬如讲咱前一阵咱的迄个牛车来去，嘛是，我就是爱去现场，去甲导演开讲，研究你的剧本，看恁的拍戏的即个风格是安怎。我来设计音乐、写歌词安尼，这固然就变成一个长期的惯系了，对吧？所以讲我即马我嘛感觉讲做这种工作对我来讲是，我最有兴趣的，我感觉乐在其中啦，大哥，你甲阮讲的，因为热情，咱毋是咧做交行的，毋是咧做应付的，是亲像咱两个头拄仔咧讲的，滴大咧唱开口，这个写嘛是感动人的开口。多谢梁兄今日来开讲，感谢专工来啊！华国政邀请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安尼，大哥请，倒手啊，正手，双手咯，双手哦，好啊。对啊，安尼吼。哇！甲梁兄开讲，听梁兄的歌，朋友。你敢有听到梁兄所讲？每一条歌拢有伊家己的一部分。我嘛继续期待未来有真侪新的作品，继续感动人心。过去咧考虑讲到底英雄有法度留名无？如今已经轰动天雷地火，要请甲天荒地老咯。梁兄多谢你，感谢高师。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阮足用心讲，要用这个节目。甲作词作曲家致敬，头哥。